再来看疾管署公布，顶礼拜肠仔病毒就医的人数超过17000人次，是10冬来上济哦。其中北部一回阿婴仔，毋但为着肠仔病毒，嘛亲像佮为着新冠肺炎嘛引起脑炎，目前人过断院。新冠疫情已经过关期，毋过顶礼拜增加246例并发症，有豆豆新冠的出现。当前个案当中有2个1岁查甫囡仔拢是感染新冠病毒并患脑炎，其中一人个疑似同时感染肠仔病毒。疾管署表示，个案伫5月出现发烧、口腔溃疡等症状，诊所医师诊断是肠仔病毒，后来因为救紧送医，新冠快筛是阳性，研判可能同时感染肠仔病毒甲新冠病毒，佮并患脑炎送到护病房，好加在治疗了后有改善，目前医院住院治疗当中。感染新冠病毒跟肠病毒都有这个在小孩都有并发这个重症的风险哦，包括像这次的这个个案的脑炎。疾管署表示，国内肠仔病毒多是流行期，顶礼拜问基诊有1.7万多人次，是最近10年来降期上悬。顶礼拜全台有256个小学幼儿园班级停课。目前检出肠仔病毒7亿型的新北市、桃园、高雄、屏东等6县市，北向电市区阁被疾管署点名是高风险地区。目前我们肠病毒的疫情呢是处于流行期。那根据疾管署实验室的一个监测，那今年肠病毒呢主要的一个流行型别呢是科沙奇 A 型。另外，幼儿上季疫苗做的 A 款疫苗检探外口，树林风挂甲外压有增加，总共17万剂的疫苗验收无通过。疾管署已经要求厂商换货，按算9月前恢复稳定用货，差不多12万的幼儿受影响。疾管署提醒，带囡仔去做 A 款疫苗进前，上好先问医疗院所供应情形，才袂走一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